我是传统的党员，党号15号高武阳。我今日就是要建议讲，咱民进党哦，无重视咱的基层，无重视咱的基层来选举吼，像个市党部拢唔捌来开会，来问咱基层吼有啥物代志吼，要来参详来讨论。今日的败选就是第一，就是讲，伊咯司法改革也无来改革，司法的拢无来清查，互一寡受害者的人嘛怨叹，人嘛在讲咱司法，蔡英文总统讲要司法改革拢无啊，对唔？啊，今日变化假历史，咱民进党的败选，拢是有这个原因，啊无尊重咱地方的基层来讨论，像啊得到权利就足下巴的，拢无在尊重一寡地方的基层的党员，对唔？我希望吼，咱台北市党部慢慢来开会，来讨论讲咱基层是要安怎来运作，对唔？我今日吼受到讲，做一个迄落传统的党员，想讲足悲哀的，足悲哀的。剩20，吼。好。